佛数十载的笔耕生涯，历经浮浮沉沉的挫折，面临人生无常的多变，依然坚持他客家文化的创造，终其一生致力于他心爱的土地美浓。讲起钟立佛，当然大家都知是一个作家伊一生人，老实讲对文化的创作相当的执着我亲手看人有按执着的伊对文化的追求，好像也生命一样也一点，我的母亲也一直认为文化也生命可是我从小就感觉到钟立佛是一个作家。钟立佛耕耘文学的历程，对大儿子钟铁民从小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与父亲相处聚少离多，钟铁民有很深的体认。钟立佛生发的故乡美浓，来看看钟立佛写的美浓到底怎样的样式钟立佛生发的地方怎样的样式那个情况之下，我们过到南部的文友就钟立佛的写作的朋友啦大家就见面讲将钟立佛的歌艺的路跨改做钟立佛的纪念馆，也是一个改科行的方法但是监管过程中我们发现讲有政治压力啦。当时戒严时期谈台湾文化史上始祖本人请注意我们请多都是从事公职啦，将来就是做讲教书我聘书1年发1次呢我的范文很重要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愿意因为台湾文化史料馆的兴建影响到我们弥撒的生存和安全可是就讲咁我哋干脆就用钟立佛纪念馆个单纯按在钟立佛写作生发的地方来建一个钟立佛纪念馆，也个比较合理实际上当时我们还是想要做一个熟悉整理台湾文化史料的工作。于民国68年筹建了钟立佛纪念馆，可说是台湾第一个纪念文学作家的纪念馆。所谓文学的国界在笔下，文人创作从动笔开始，而馆内保存许多珍贵的手稿，十分可贵。被尊称为台湾乡土文化之父的钟立佛，是一位非常热爱乡土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昔日美浓地区客家人真实生活的面貌。美浓因钟理和而有名，因钟理和文学使美浓成为台湾客家人的原乡，成为台湾文学的一个圣地。而钟理和文学传奇的一生，在李行导演的掌镜下，记录成感人肺腑的原乡人电影，宣扬客家人特有的坚毅情操。虽然讲过去生前的非常困顿非常坎坷，但是伊过程过后，大家近来更发现钟立佛的文化确实是喺台湾文化度的非常微妙的一个作品。可是目前为止，大家都公认钟立佛文化作品的价值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美浓的后生受到钟立佛的影响。当我进来钟理和纪念馆的时候，我心里好像是慕名很久很久的东西，想去瞻仰的时候，我忽然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心情说好开朗，好高兴我终于能来到这个地方。当我们看着钟铁民离去的背影，仿佛又看到钟理和的身影，继续朝文学之路前进。只要文人并茂，心无死，客家文化将永存。